大家好啊，我叫做 Isaac，咁我就嚟自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，好高興今日能夠去同大家分享下我讀三福嘅一啲經歷。當初我受邀去讀三福呢個訓練嘅時候，一開始我嘅心都好願意嘅，但係之後聽身邊嘅人講，原來發現讀三福其實都唔容易嘅喎，都會有啲好辛苦嘅時候。但係經過神嘅帶領同埋感動之後，最後我都決定去接受訓練。喺讀三福之前呢，就算我有機會同人分享福音，我都唔知道點樣講，我都唔知道由邊度講起好，又驚對方聽完之後唔明白等等。喺訓練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環節，就係要去實習，要向唔同嘅人講福音。由於唔同嘅人，佢哋可能會有唔同嘅反應，有唔同嘅決定。但喺訓練當中講到，其實我哋係需要靈活應對，要懂得點樣去回答或者去俾反應，以至對方能夠去明白呢個福音，更加希望對方能夠接受呢份永生嘅禮物。所以訓練之後，我而家好有信心能夠去同唔同嘅人分享福音。最後好感謝神，好感謝我嘅隊友、我嘅隊長、我嘅導師、牧師、夥伴同埋其他身邊嘅弟兄姊妹，因為有佢哋嘅支持同埋陪伴，讓我能夠順利去完成呢個三福嘅訓練過程。希望你都可以將來一齊去接受訓練啦。